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吳平仁。你敢有聽過什麼叫做台灣幣？這本雜誌講咱有台灣幣，因為中央銀行控制匯率貶值新台幣，一來出口通好賺大錢，二來外匯欠缺欠存底。但是，一旦放下去，敢會咱台灣經濟規盤稀裂咧？今仔日四位專家學者到陣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亞太香港總會執行長曲達成。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前公平會交易委員會洪在良委員。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晚大家好。那麼第三位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王國成。主持人好，大家好。第四位是財經專家徐金紅。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這是一本雜誌，是來自英國的經濟學人一篇文章來指出，台幣上價，是因為咱中央銀行要維持出口，顛倒和台灣得到一種幣叫做台灣幣。咱央行隨甲美國的財政部發布了聯合聲明，表示呢，雙方面針對着匯率議題達成了共識，強調無應該操縱匯率。中央銀行嘛強調，這擺聲明甲對等關稅談判無關係。有匯率專家表示呢，這顯示着台灣台美雙方面有針對着匯率議題有溝通、有匯率、有共識，要來消除着市場的疑慮。伫咧社群網站發匯率議題聯合聲明，中央銀行宣布，加美國財政部就匯率的問題達成兩大共識。雙方共報發聲明，包括無應該操作匯率，避免阻礙國際收支有效調整，摕到無公平的競爭優勢，減少匯市引進過度波動或者是變動，愛雙向兼顧。雖然沒有操縱貨幣的一個問題，但是你有可能在他認定的這個操縱貨幣的3個標準裡面，有其中2個又達標，現在又在談所謂的關稅，發聯合聲明，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背景，不要讓大家連接。他想要傳達的是有密切溝通，所以希望外界不要對於匯率有太大的疑慮。央行講，美國財政部從來就無要求新台幣升值。長期以來，佇咧美國財政部公布半年度匯率報告進前，攏會甲咱央行進行例行性會議，就總體經濟甲匯率政策等問題交換意見。央行強調，是甲美國財政部單獨進行匯率變磋商，央行並不是行政院台美經貿工作小組的成員。聯合聲明甲台美對等關係談判無關係。現在美國的態度就是，亞洲的市場的貨幣呢，幾乎都是貶值居多，那這個對於美方的匯率來講，可能會有一些壓力。分析師認為，央行主要是要消除外界疑慮，提升金融匯市的穩定度。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你睇看到這個新聞大吼，你唔通着驚啊！我先甲你講吼，這本雜誌啊，就是一擺講咱台灣是世界上危險的所在。吼，這本雜誌。那麼有的人講，哎，定定咧唱衰台灣啦，吼。但是咱就事實來論事實，是唔是台灣應該愛和台灣人民更較了解世界的信息？吼，我是徛在這個立點，吼，咱到底來討論，而唔是講伊講的就是對。吼，這頭一個，第二個，伊這文章內面講啥物？你敢若聽看這張圖表，你就當開始哦來參與咱的討論。第一，伊講吼新台幣，你講吼左升無左跌，無左變啦。喏，伊若要起起來，你就甲移落去，這所以恁的匯率吼傷低去啊。這頭一個，第二個，經商效吼順差過大，內需不振吼。這個較專業，這我先按今仔日呢可能無遐濟時間讓我講。第三個，這大家上有感覺哦，你的薪水足低，甲生產力哦脫節。你若台灣人足夠賺，你應該薪水也加較懸，但是這敢是絕對性的。哦，這嘛有真有疑慮。第四，你的厝價遮懸着好。今仔日如果你若是甲這個匯率吼，
還是利率甲調懸，60%-70%的人身軀攏排這個房貸的呢，安尼敢擋會掉？執政黨安尼選票敢會輸去？吼，這第四個，第五個，這個上重要，壽險與金融保險的過關啦，就是講真濟壽險業者，因甲錢吼摕去美國，摕去買用換做美金，哦買這個金融性的衍生性的這個產品，超過2000億。如果今仔日美金，吼，咱若對美金吼，咱若先台北來強，因為伊對咱台灣人買的這個保單吼，咱用台票咧算咧，哇，伊是毋是吹去，規攏無去，干安呢？吼，伊列出來這5點，我要先問曲老師。那真濟文章吼，這幾工攏走出來吼，老師你認為伊講的對啊毋對？咱先莫講吼，就是講伊講的內面這種病，房價懸是事實嘛？吼，房價懸是事實啊。壽險與金融的保險過關，這敢是事實？曲老師，因為我知影的部分吼，就是咱的壽險業啦吼，是足濟持有這個美元資產吼，所以咱有印象的話，今年年初的時候，伊陣啊毋着，因為這個尤其是這個解放日，吼，解放日之後吼，我們看到那個台幣直直升值嘛。哦，那其實迄陣啊，唔是咱的央行你無愛介入，是壽險業在拋匯。哦，因為伊愛替股東負責任嘛，所以講他不能去承受那個損失，所以啊不斷的拋匯，結果讓這個因為拋匯的規模足大，哦啊，所以講這個台票升起來。那迄個時陣，我會記得敢若咱的央行也是金管會有請因這壽險業啉一下咖啡，對啊，就是講啊，這個時陣賣個拋匯啊，所以講這個對這個現象來講吼，就有影其實是這個咱的壽險業擁有很大部位的迄個美元資產。啊，個聽講迄陣啊是敢若咱的政府嘛，希望講這壽險業可以去把一部分的資產去擁有這些美元資產嘛。那他都話講這個經濟學人吼，伊用這個大麥克指數講咱低估台幣吼，這我還記得10年前就有安尼。我印象中10年前因就一遍吼，然後伊嘛是迄陣啊嘛是大麥克指數啊講咱台幣低估吼，但是迄陣啊阮的感覺啦吼，因為那個10年前拄啊好自由貿易協定的足氾濫，足蓬勃啦，莫講氾濫吼，啊咱台灣。就是因為政治的關係，攏袂當加入吼，所以說啊，毋是干那迄個受到 ITA 保護的高科技業爾，特別是這傳產吼，就是講希望講央行誒某種程度上吼，會當互咱的這個台幣匯率賣較懸啦，吼啊，所以迄陣啊有一句話叫做有事32，沒事28。嘿，有代誌32。好，那就是說有代誌的時陣，叫做講咱的出口吼，也敢若啊無講介好的時陣，希望講哦，這個台票會當較保者吼，互咱的產品較有競爭力。那另外我嘛聽說一迄款，敢若咱傳統產業的頭家你講，伊嘛是做反對。我特別拄着我就甲問講，你看過來迄個台票會安尼強無？吼，因為迄影響到因的財報嘛，吼，所以講這個其實啊可能有啦。而且我較早佇個台經院的時候，迄陣啊，我佇個景氣預測中心，我感覺講咱央行有時候伊除了參考咱的台灣的物價啦，吼，還有這個就業的情況之後，好像會參考這個韓國的貨幣政策。為什麼？因為咱甲台灣甲韓國的這個出口結構相似度較類似，好，就是講伊袂使，咱差不多袂使。銀行嘛是好像銀行國安尼。我會記得，敢若有做一個迄款simulation， 好像咱台灣的出口結構相似度甲韓國相關，咁要甲8成。啊，所以講咱的某種程度上貨幣政策會去參考迄個韓元，哦，伊是升貶的這個情況啦。好，那嘛，作者迄陣啊，國內的學者有去發現這個趨勢，所以講
匯率其實對咱不能說不重要啦，不能說不重要啊。那這個相關的一些措施的影響到咱的房價，當然但是我無講這個經濟學人講的是對哦，我是講的確有一些蛛絲馬跡。你每天我們請他去吃咖啡啦。我可能也不在名單，沒有那麼重要哈。所以說，的確是有一些蛛絲馬跡，所以說才會這個經濟學的呢，這個文章大概這樣重視啦。老師，我補問一句，您這個香港總會內面大家意見安怎？即馬當然是反而是大家現在的意見就是，阮最近佇個斯里蘭卡開會吼，大家攏感覺這個川普的政策的確迄個要求貿易對手要程度上的升值。為什麼？因為你會記得2月13號，迄陣啊，你互阮的啊，阮一邊來上節目，你互阮有一個，迄陣啊，美國出一個 MOU， 那美國政府即馬上在乎的、最 care 的3件代誌，第一就是他的貿易夥伴袂使操弄匯率，不是說叫我們一定要升值，不能操弄匯率，這第一點。第二點呢，他在乎就是美國對家的貿易夥伴的這個貿易赤字。第3點就是伊要再工業化，所以這個背景，所以才鬥陣聯合聲明，甲財政部聯合聲明。但是在我所知，這應該不是頭一擺哦，這應該是第2擺啊！吼，那老師，你上注重這個公平貿易吼，在這個背景之下，咱台灣發表這個聲明，是本來半年公布一擺，即馬3個月公布一擺，具體影響是啥物？按你講啊，因為大家講央行咧敲桌頂頂吼，有時是哪黑箱啦吼，因為有時無要外口知影真濟嘛，啊是講我政策若要有效，就是愛突然間吼，講好這 shock， 迄政策較有效。無互你預期啊，無互你算袂着哦，講一般講較有效。啊，問題是講慢慢嘛有一寡學者講，啊你安尼攏無別人知影，啊民眾廠商嘛無法度做真好的預期嘛吼，所以顛倒唔好，哦，所以後來學界慢慢攏咧鼓吹講，其實你。央行咧做決策的迄過程哦，慢慢愛互外口了解。所以你若以這個觀點來看，其實美國甲咱台灣這邊講這個聲明吼，講每半年公布一遍吼，啊，總改做每季嘛吼，每季吼，你講3個月公布一遍。其實這是一個好代誌，因為透明嘛。嘿，我感覺這是從資訊透明的角度來看是好代誌。啊，另外是拄才咧講迄個壽險哦，其實。我感覺匯率這邊咧講的經濟學家學人咧講的這個代誌，伊講是匯率的問題，其實上重要其實是利率，是利率迄個，比如講咱台灣迄個，你講外匯匯票價，其實是迄個利率價啦，利率價迄個比講貨幣供給較濟啦，房價高等等，其實所以關鍵其實是利率，尤其是利率呢，一般來講有起有落嘛，啊問題是講咱佇台灣攏定年以來攏偏低，啊偏低以後變一個單行道。哦，你講大家攏袂講，有時啊明仔載起，明仔載落，所以變成講吼，這個市場叫扭袂轉來，扭袂轉來，嘿，咱攏壓佇下骹嘛，所以其實這是所在問題，其實佇遮。但是老師，你講到這個問題，利率一直壓袂落去，對，安尼變出少年人買袂起房價的人愈來愈多呢？是啊，是啊，啊，就是因為房價會懸嘛，所以咱拄仔講迄壽險迄個，其實迄為什麼壽險迄開放較濟去美國買？美國的公債，其實就是因為咱台灣這利率低，咱這報酬率無懸，所以就是愛開放。走去美國。走去美國，所以其實這是規套的這個系統啊，嘿，這是規套的，所以今日若要講要改，可能無法度講規個來改，因為吼，你若要改，其實迄個動力化親全身嘛，吼，你講迄個無法度。聽起來敢若是一個另外的這個大苦人。對對對。雖然真肥，但是真另外啊，但是各方面攏。看起來攏安尼無啥正常，但是鬥起來就真正常。是啊，你若講若要迄根本的解決吼，那是講這個真大問題出現。所以我最近咧主張吼，可能攏要一步一步來。比如講你若房價的問題，你可能房價無來處理，你就來處理租賃市場，吼，等等吼，嘿，可能安尼解決。這條咱小等下提出來講吼。我要先問王老師，王老師你基本上你對這篇文章的基本的看法是啥？第一個哈，就還是說。就像兩位老師說的，我不能說他全錯啦，也不能說他全對。那他們其實最近幾期的《經濟學人》的觀點都很奇葩，所以也不能說他。當然他有他的觀點。那第二個，我們還回過來講哈，我可能跟其他老師的看法不一樣。我覺得台灣確實還是有點荷蘭病的病徵吶。
點到荷蘭杯。哦，老師應該該水解，下面叫荷蘭杯。當然我們要先區分，我也因為這篇文章特別把它搞清楚，再稍微弄懂。荷蘭病事實上也是經濟學人命名的，在1977年。那事實上荷蘭病講是說，它原本是荷蘭發現了石油產業，所以大家一窩蜂的就跑到石油產業，就造成了荷蘭幣的升值。那原本其他產業就不好了，那你現在出口把匯率升值，對其他產業更不好，所以這個進一步壓縮到其他產業，所以叫荷蘭病。那現在回到台灣，為什麼要台灣病？很簡單。TSMC 大積電就跟咱石油同款，就壓縮其他的這個產業的空間。對，那當然，為什麼他要再取名叫台灣病，不叫荷蘭病？因為台灣還沒升值。所以現在要求要升值嘛，因為台灣還沒像荷蘭那時候就讓荷蘭盾升值嘛，所以我們現在還沒有到匯率升值的地步。那當然進一步來看哦，有幾個東西要特別再釐清哦。第一個是匯率看起來是荷蘭病跟台灣病的最大差別。第一個，它有升，我們沒有升，而是不升也造成就是主持人這邊講的結果，所以它叫台灣病。第二個來講產業哦，其實央行在3、4個月前吧，也就是5月份的時候，有特別說，我們跟荷蘭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荷蘭的石油產業起來，可是壓縮到其他產業，所以其他的產業的增長率是往下的。可是台灣的高科技起來，可是傳統產業也是有起來的，是沒有衰退，所以台灣沒有荷蘭病。央行的說法是這樣，可是必須要說明一點，我說還是有像的在那邊。高科技產業的月薪大概是5.2萬，而那個餐旅消費平均月薪3.2萬，所以事實上就薪資來講，台灣是越來越有差距。老師，你若講的薪資、薪水，大家就是講你就要起價啊，你讓大家有當起，但是頭家人就想講我就賺錢賺安尼啊，我個人起價，是要安怎起價？所以就是剛才主持人和兩位老師都提到，其實那個結構問題是台灣可能不只是產業問題，而是企業規模的問題。台灣大部分都是中小企業，所以你針對這個現在台灣病，我們一直說嘛，其實早在1年前在節目也說過，台灣就是要加薪嘛。那你加薪之後，你才能夠像洪老師說的，你的房貸利率才能升啊，否則年輕人怎麼買得起房？所以一切的問題要先處理加薪跟擴大國內的消費。可是這又碰到就愛先有錢賺，先有錢賺，要安怎賺錢？就是其實回過來，就第一個是中小企業太多，另外一個經濟學人有提到一點，台灣的那個稅後盈餘保留盈餘太高了，所以沒有辦法回饋給勞工，所以看到股市每天漲，可是大部分沒有去投資股票的，其實沒有賺到，就無感。無買股票的人賺無錢。所以貧富差距變大，可能才是現在台灣病更重要的原因。但是我請教鈺紘哦，如果哪日長此以往落去，台灣是不是總有一天愛動大刀，愛來處理少年人買不起厝，而且薪水上低的問題？但即馬問題算嚴重嗎？看起來大家還閣好好哈，真人大家外國人來講，恁物價遮好着，物價遮低着，真好討食。這是病啊，唔是病啊。我感覺迄袂當用病來形容啦，就是講主持人即馬講的吼，你其實講的是兩件代志啦。第一個是講台灣的應該講青年啦。變做台灣的這些人要買厝吼，那迄愈來愈貴，買袂起，要安怎處理啦？這當然是愛動大刀啦。但是對即馬產業情形因為經濟學人這期等於講甲所有的原因伊攏講台灣即馬所有的問題攏甲匯率傷低有關係，台票傷俗啦，伊攏講台票傷俗啦，變做講台票傷俗，所以所有的關係你看，親像這伊用101來形容，講塔這積木起來你甲抽一支，就規支攏崩落啊。
這是經濟學即馬形容的啦。所以對於這期的報道啦，我敢若認同這個部分啦，就是講吼，台灣的這個匯率的問題、台幣俗這個問題呢，你若凊彩去甲處理，抽起來，你若抽起來，變做影響的物件會足多啦。好，敢若這個部分我有認同啦。第二個是講吼，伊這內底吼變做厝價懸，伊嘛殺互匯率啦，變做薪水傷低嘛殺互匯率啦。這款的。變做這到底是不是正確的？我來看，我是保留啦。是安怎講呢？因為過去就算台票啦，去當陣對美金已經台票是升值升值到1:28、1:27差不多伫2011年、2012年的時陣就迄當陣台票是足強勢的但是台灣的房價迄當陣是弱勢還是強勢？台灣的就足貴嘛，台灣迄當陣的波段起到2014年呢，所以當陣呢，你的厝價嘛是共款起台票有強無？足強啊！所以台灣的房價我講實在話，就是你匯率甲伊即馬講這攏是匯率造成的，這我是較無認同啦。所以咱來互大家看像即陣啊，這台票即馬對美金台幣毋是升值足多，但是你看這房價的今年的漲跌幅，甲其實在嘛無關係。這個咱央行的政策較有關係，所以今年看到的房市今年看到足多6都內底的生活圈房價幾乎平均都是往下，幾乎都是往下，所以它跟匯率是沒有什麼直接相關啦。所以經濟學人這一篇便把這個匯率完全都是跟跟房價掛上等號，跟薪資掛上等號，這個是不太正確啦，這是另外一個要說的。第三個這個經濟學人這篇內底講用大麥克指數，其實我嘛是剛剛用大麥克指數，用那個漢堡來比講，你台灣的漢堡比美國比起來較俗，所以代表你台灣的台票傷俗去低估啊。我就想講一個漢堡其實伊胖是魚米的，嘿，內面的肉台灣供應商，菜嘛台灣供應商，台灣不是就這俗啊？做的就台灣人做的啊，所以價錢本來就比美國較俗啊。所以咱咧開玩笑咧講你若真正要按照這個大麥克指數去講，你會當用一個新的叫拉麵指數啦。想要叫拉麵指數，咱咧食拉麵的時陣你看咱去台灣，咱用同一間店啦，一蘭拉麵，一蘭拉麵你佇日本咧買一碗980塊日票，980塊，你算台票去算無到200塊，對無？你佇台灣去買同款一碗一蘭拉麵的拉麵，一碗是298塊，所以298塊，咱台灣買比日本買較貴啊。所以你剛才當這幾個結論講所以這日幣嚴重被低估，所以那個從拉麵指數看得出來日幣被低估。剛才當來算，袂使嘛，袂使的結論嘛。所以今仔日上濟人來講的，就是講大麥克指數用這來講台幣被低估用這個指數來講這是上濟人無認同的啦，因為咧。所有的國家咧比較這個物件的時陣，迄攏無算是一個講大家攏認同的一個指標啦。所以這就是今仔日咱來看經濟學這篇的時陣，有足多所在大家較無認同啊。另外一個是講伊甲薪資去比的時陣這其實反映另外一個代誌，因為十幾年前啦，就有人咧講是不是因為台票較俗，台灣的匯率要壓低，所以變成講台灣足多人呢，這咧做你做外口的你賺有錢啦，做出口的賺有錢啦，做外銷的啦。你若做進口的，你較賺無錢啦；你若是做迄服務業的，做餐飲的，你更較賺無錢啦。因為啥？因為台灣的這個，畢竟講台票較俗啦，所以進口的物件你咧買的時陣較貴啦，所以變成台灣這做餐飲啦、做服務的較賺無錢，較無遐濟啦。所以講台灣的薪水就會較低。有人安尼講啦，十幾年前就有人安尼講啊。但是咱安尼想呢？咱即馬是講有半導體啦，就是這個產業啦，就是講唔是講台積電上強因為經濟學人甲傷濟講攏放佇台積電面頂啦。但是咱來想呢，台積電共款嘛是帶動足多傳產啊。我舉幾個例啦，比如講咱台灣有一間公司叫做中砂啦，這個中砂這個磨砂齒輪啦，中砂本來是傳產啦，但是變成台積電的供應商的機要，伊變成是高科技業像石化業比如講長春石化，伊較早就做石化嘛，伊嘛是切進去半導體料，變成會當做半導體的石化原料，所以變成伊嘛切進去半導體業，所以變成台積電伊一間不是跟他帶，跟他伊一間強爾，是伊嘛帶動足多台灣的傳產啊，變成伊的台積電規個半導體晶圓的供應鏈啦，所以你安尼想台積電強台積電的這個員工賺有錢，伊薪水賺較懸，伊做出口的，伊賺到的錢，因台灣是不是愛消費？伊愛消費嘛，所以。像台灣的這厝價咧懸有一部分嘛是這台積電的員工的貢獻佇阮新竹就是安尼，佇台南嘛是安尼，這足多攏來自於的貢獻。另外就是講因會去消費啦，所以變做你像咱像以新竹市甲台南市來看，新竹市咧要
願意要生囡仔的這個家庭，就會比其他的縣市較多啦，所以變成伊消費會起啦。啊，伊若消費會起，伊是迅速就會帶動，我講帶動咱頭拄仔講的服務業、餐飲業這個行業，變成唔是講干這做出口的好爾，伊其實你做內銷的、做內需市場，伊趕快嘛會好。所以你這規個要連做伙看啦，唔是像經濟學人講干那，你講的一部分的事實，但是咱有另外一部分的事實是伊無講出來的，啊，咱無看到的，所以變成吼匯率低，到底台灣的匯率是不是偏低到變成一種病？好，這我是打上一個問號啦。所以呢，他把很多事情簡化了，所以簡化到我唯一只有認同說，你去動匯率哈，單純要求匯率要升值或是要貶值，任意去動它，這件事呢，對產業來講都是災難啊。對產業來講是災難，對台灣的員工來講當然是災難啦。所以呢，事情呢要把它拆解完之後，還它原貌才知道是長什麼樣子。所以不是單一的去歸說哦，這個薪資低是他害的，房價高是他害的，這什麼東西都是他害的，這個是比較奇怪的結論啊。金毛呀，我要給你請教一項代志，這個上後尾一個吼，壽險與金融保險過關，這項代志對，是唔是中央銀行所隸屬的？還是講這根本就唔是病？這應該是像頭拄啊，這個咱老師所講說啊，這其實是因為台灣趁無，因才走去美國去趁美金，是按這意思嗎？咱想兩件代志啦。第一個，那你去想，咱來問兩件代志。第一個就是講哦，台灣保險的數量有偌濟？台灣有2300萬人嘛，對吧？那台灣保險的保單你知影有偌濟？一個人超過6張還是5張安尼嘛？台灣總共有2億3千萬張的保單啦。所以變成一個人會有幾廿張的保單啦，所以台灣保險的資金哦，差不多17條美金啦，迄數量是真大啦。啊，等於講你看到這個數字，你要想一個代志呢，保險公司哦，伊今仔日是收你的錢，啊，等於講你需要的時陣，甲時間到，保險時間到啊，伊這錢啊摕出來互你呢，啊，伊錢啊摕出來互你，伊是加利息錢互你呢，啊，伊愛加利息錢互你，伊敢這個錢摕到，伊愛去趁錢嘛，啊，伊趁錢若囥佇台灣銀行內底，台灣銀行才1%。啊，伊敢有法度納你這利息的錢，你保險的錢納袂出來嘛？所以變做伊愛找所在去嘛，所以變做找所在去，伊愛找國外的市場嘛。所以找國外市場，迄用美金的迄投資的商品啦，迄款伊就一定會卡掉啦。所以咱就看到講台灣的壽險業啦，這用美金做計價的商品啦，他買的部位就是最大宗，17兆裡面大部分都是用美金做計價啦。所以這就是他無法回避必然的結果。要不然你告訴我，他要去選哪一個市場？這跟利率關係無關係啊？啊，伊甲利率當然嘛關係啊，因為你佇台灣的銀行內底，伊的利息敢1%啊。嘛。我若敢摕遐1%，我愛互伊保護我的錢愛互伊，我無法度互伊趁無遐多嘛。所以錢是勢必伊愛去海外的市場去吹啊，所以變成美金就變成伊真重要的布局的部分。啊，伊嘛有另外一個情形哦，就是講吼，這壽險的資金吶，那是攏去碰迄風險傷懸的產品。伊嘛袂使嘛，所以變做伊進前就是攏找美元的商品，所以找中啊，嘿，找中啊，啊相對是起來是較安全啦，所以變做伊選美金，啊至少基本的想法是美國袂倒嘛，美國會倒嘛，啊你找其他同樣所以咱這台灣病應該是美國病哦。我的意思是講，咱的這個所以經濟學人所講的台灣病其實唔是病啦，迄是講吼，咱佇即擺的環境就是咱壽險業民眾的保單的習慣，甲咱壽險業發展的情形，啊，甲台灣的利率的情形，互伊必然會去安尼選擇啦。所以今年吼，這台票今年升值足多的時陣吼，迄當陣足多人足緊張嘛。啊，迄當陣其實足多攏是壽險業愛甲美金這個商品的部分收轉來，愛甲賣掉啦，啊賣掉愛換其他的產品啦。啊，所以伊知影迄食到伊家己迄產生損失啦，所以這就是安怎講？你講壽險業的部分，這其實唔是病啦，這是伊即擺情形。但是講吼，剛頭拄仔甲主持人講吼，講主持人進前吼，咱的榮耀進前唔是講這是一個完美風險啊，啥攏風險啊攏塔做伙，啊是真正。變做你若利率吼去動的時陣，咱即擺利率去叮當傷多，你會影響到迄中小企業。啊，你匯率叮當傷多，你嘛影響到中小企業。啊，中小企業佇台灣的員工的數量啦，人工有足多，所以你看哦，台中哦，工具機啦，中華水五金啦，啊，你啊高雄的遐螺絲產業啦，你這個剛剛算起來，遐是幾啊10萬人佇遐的員工啊。啊，你講政府即馬看到這個員工，你講匯率甲利率的政策，你倒一個動這情況攏共款，攏共款。
哦，迄不管大家動之前攏共款，你攏愛面對啦。所以迄就是講哦，就是咱頭拄仔講的啦，就敢若這張圖啦，你迄匯率甲利率哦，凊彩動一個，對大家影響就大吼。啊，動傷過分哦，這凡事你這抽出來，規個就崩落來啊。老師，你他要補充呢？是啊，因為安尼講，因為金明芳咧拄來講這個受險業這個問題吼，我想要補充一下，就是講，其實經濟學人這邊這專題咧講的代志吼，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講吼，因為你台灣真濟資金遊資足濟嘛，所以你去買美國的一寡公債等等，遐利率較利順較懸嘛，吼。啊，問題是講吼，在這種情況之下，因為咱台灣這個匯率這個制度啊，這是個方向，互大家講吼，啊，這就未講真大真多，所以安尼受險了就講吼，伊去遐買美國的這個資產，吼，啊，問題是台灣這就講新台票這個迄個負債吼，利率較低嘛，成本較低，所以伊當然有這個差距，所以伊就未去做迄個保險的工課，伊未去保險。袂去保險講，人家拿美金拿等下咧報的時陣，伊遮還有資產會報無去，所以其實伊這邊咧講的這個專題吼，是要講這個問題。吼，我是做一個補充吼。是，翁老師，我補充一個科普啦，就是剛才親王兄有提到那個大麥克指數，為什麼不合理？因為美國人會喜歡吃漢堡，台灣人可能吃肉霸粉，對不對？所以呢，台灣對於大麥克的消費也沒這麼多。那美國對於大麥克消費比較多，所以美國大麥克價錢就會比較高。所以他說，以大麥克來算，台灣的匯率應該要漲50%，50%，應該沒這麼多。沒有。換句話說呢，如果你用台灣吃內臟，美國人不吃內臟，那你就說台灣的應該比美元應該升值100%，因為美國人不吃內臟啊，所以它的。價錢已經比台灣低很多。那比下水比北來應該跟西班牙、比西班牙跟意大利來比啊，咱食的迄啲大腸攏西班牙進口。主持人，我是要補充一下，是，因為吼，我是要替迄個大麥克指數辯護一下。因為咱是講我看經濟新聞，我看有10檔啊啦吼。為什麼呢？就是講因為大麥克吼，麥當勞全世界攏有，全世界攏有，所以會當做一個比較的基礎。啊，第二是吼，伊這個物件吼，同質性足高。伊迄個品質吼，袂講在美國相差甲台灣相差真多，所以伊迄同質性真懸，所以會當摕來做比較，也是真好的一個指標。哦，我甲大家做個。但是老師，你安尼講，我就想問，因為這個胖吼，唔是美國來的啊，唔是像迄個破乳是冷凍的麵團哦，是啊，來送來，伊這是台灣做。是啊，就是因為這是唔是完全是進口來嘛。長期性的物價真低嘛。就是你這個工資，有袂咱的勞工的迄成本對吧？吼，啊，個你這米粉這計小，所以是真好的指標啊。就講比如講你的這個胖有無？伊在美國買，比如講賣迄個10塊美金，啊，若在台灣買，比如講迄個200塊，啊，伊就講吼。啊，恁這個吼匯率比如來講應該是20，吼啊，唔是咱給你30，啊就講那給你30的話就講表示講你低估嘛。啊，老師，但是中央銀行的新聞稿講，我用 iPhone 指數啊。iPhone 是進口品 ，iPhone 唔是在台灣做的，可是電腦無準，電腦是在迄個吼，我感覺應該是吼。啊，那青紅大家講的拉麵呢？哈，拉麵無全世界攏食，啊，不過麥當勞大家世界攏有啊，所以其實吼用大麥克指數電腦是較好的。但是我他一直咧想講，柯老師所講的講，我想要贏韓國，我就想要贏韓國。我感覺這個因素吼，袂當輕忽哦。我常常聽到一個金融財經界的人咧講，咱的中央銀行其實唔是咧看，唔是咧想美金，是咧想韓錢呢。老師你當加講一寡。安尼講好了哈，譬如說，看今天的主題談什麼。我記得前一陣子咱咧講這個台灣的購買力評價指數的人均所得，超越英法、超越日韓的時候，我們講得很自豪啊，袂歹。然後那時候我記得媒體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找另外一個 Pepsi Index，Pepsi 大概讓我厲害百事可啊，那的確就是說啊，從那個 index 來看的話，台灣真的物價控制不錯了哈。那我感覺講咱的央行，我印象來，因為央行其實它最主要應付的兩個嘛，就是物價嘛，吼，啊一個是這個伊會去參考這個就業市場的數據啦，吼。那的確，咱過去幾十年對那個彭淮南跟今嘛楊金龍，其實我們台灣
物價控制、通膨控制都不錯，而且我感覺講今仔這個《經濟學人》哈，他這個文章的這個出發點，好像說我們央行有很多的空間跟彈性來這個進場干預，其實沒有。其實沒有，為什麼？因為你要知影講，咱亞洲的這個央行現在壓力最大，就是美國財政部的這個主要貿易夥伴總體經濟及匯率政策報告。好，伊這一年出兩部。啊，伊他多啊，哈，咱來對恁進行播的那個影片，有專家提到，就是說3個標準哈。這個標準有2個，我們台灣是必採呢。一個是這個經常賬盈餘佔 GDP 的比重。那個只能夠接受2% 還是3%，我們是16%。好，那如果說經濟情況無講介好時，那你至少都10%。迄跟咱的規個經濟的結構是有關的。另外第2個是跟它對美國的這個貿易順差佔 GDP 的比重，這個無多。伊即馬比如講這個 AI 需求真的強勁，它賣足濟一個什麼晶片啊 ，AI 晶片啊 ，AI 伺服器給美國，好，這個是不斷在擴大。你講要進行要調的那個財政部，美國財政部規定那個標準也不可能。你看，所以它3條紅線，我們有2個是必採，好，那剩一個就是央行買匯主升的規模，哦，不能在觀察期間連續8個月，而且佔 GDP 的比重不能超過2%。不能超過2%。好，所以講。經濟學人是你講實，根本的規攏白掉。好，那我們現在來講哦，如果說3條紅線不小心都踩到的下場是什麼？的下場就是說，美國愛跟你談判，哦，啊談判啦，無結果的話，美國要創誒，工廠協議，提高關稅。啊，我們現在不是在跟美國的 USTR 啊，我們在跟他談那個對等關稅。你這個時間點，那有可能講。我們這個過來不基出的，我們的談判團隊，你跟美國你談關稅，啊，你結果你央行你踩到3條紅線，無可能。所以央行它本來伊的彈性跟空間就足有限的呀，特別是這個川普這個解放日之後，哈，愛這個時間點出這個文章哈，而且這個文章是我記得我10年前、9年前看過，哦，這一期類似就是說我們台幣被低估啦。哦，所以講這個時間，因為咱本來就無講做些空間啊，啊，你這個時間個出這個文章說叫我們哦，叫咱的央行不要去這個啊刻意貶低匯率，啊，無空間啊，根本沒辦法這樣做啊。如果說可以的話，當然是我感覺咱台灣做這傳統產業頭家應該講歡喜啦，啊，但是都無啊。你四位安尼講吼，我可能有較諒解啦吼。較理解不是講諒解吼，但是我還是要問金紅兄吼。即馬匯率、利率、稅制，啊，甲補貼政策，這4項，任何一項抽起來，這攏會起去哦。但是，即馬咱會當知影講，經濟的這個成果在新竹甲台南，哇，真好，起草真好。但是其他的所在，咱不得不承認。有可能20%至30%的少年人買厝買袂起，吼，這可能會動搖着任何政黨，唔那是這種咯。但是要來動這個房價，要安怎來震動呢？要抽倒一支？我看我想無呢，即要安怎抽倒一支？我想，你成清安講啊，上尾嘛是佫放冷去啊。袂啦。這用2個部分來看啦，第一個就是頭拄主持人講的啦，就是你匯率嘛、利率嘛、啊補產業政策嘛、啊補貼嘛，這相關的吼，咱頭拄講這幾項吼，它已經變做一個平衡啊啦，它已經成為一個平衡了啦。那這平衡已經形成，就是說，咱這企業伊有財條賺到錢，啊看起來未來吼10年啦，迄佇 AI 這個時代來的時陣吼，這應該攏出胖吼，攏會強勢。咱上基本就是講，你像台積電家己的法說會講的，台積電講吼，伊就舊年的法說會、今年法說會攏講啦，未來啊，逐年攏是20%，安尼至少5年啦。所以表示伊訂單看到伊的營收吼，有逐年攏20%的成長。啊，20%的成長，佫無包括啥，你知影無？啊，袂包括講像台積電今年要起價啊，明年嘛要起價啊。
變做伊的營收訂單成長，啊個有伊的迄計數會當起價，所以伊賺到的錢會愈來愈多啦。啊，甲伊邊仔這廠商呢，甲伊的供應鏈呢，大家攏會賺錢啦。啊，伊的員工當然嘛會賺錢。啊，所以咱一個產業趨勢吼，就是講一個大方向，這即馬你無可能去凊彩甲叮當啦，這是第一個啦。啊，第二個你頭拄仔講吼，少年人要處這個問題，迄佇台灣，迄變做是另外一個你愛拆開甲處理啦，迄叫台灣的社會政策啦。好，你變做是內政部啊，應該去，比如講你去社會住宅啊，去較濟咧。啊，比如講你用什麼方式去處理？比如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啦，佇差不多2年前啦，2023年的時陣啦，迄當陣阮佇甲迄當陣是小英總統嘛，啊，小英總統就有講，迄當陣本來咧規劃講吼，社會住宅的太陽，伊迄當陣想要改2個方向啦。就是講，第一個是社會住宅，你看政府即馬嘛是繼續咧起啦。第二個是講吼，這政府對這社會住宅呢，本來即馬上最是會當住8年，啊以後要規劃講吼，迄會當互你至少會當住到20年啦。不但住到20年吼，佮規劃一個方向是講，這20年的地上權是你會當吼，像敢若在買厝共款，嘿，比如講我38個厝吼，啊政府因為政府土地的嘛，土地政府的嘛。啊，所以建物起來了後呢，這建物的部分，我舉一個例，比如講一坪30萬啦，啊，你30坪就是300萬啦，300萬你就20年的貸款，哦，伊政府協助你甲銀行去做處理，啊，你等於講買到伊20年的使用，這地上權的使用權啦，建物的使用權啦，互你袂講吼，我敢若厝吼大入去了，敢會隨時去互迄厝主去趕走安尼啦。啊，變做迄當陣就開始，這就像社會住宅政策的調整。等於講，你即馬就算迄厝的價數落20%、30%吼，你袂用哦。迄少年人買袂起啊，嘛是買袂起啦。所以你變做自一般的這房屋市場以外，佮設一個房屋市場出來。啊，這個房屋市場是會當提供給這些少年人去使用、去取得啦。所以變做伊是另外一個政策，伊甲即馬咱咧講的產業政策甲經濟政策就較無關係啊啦。那這人抽起來會阿無奈吼，啊，就唔寧可去別位所去啊。但是王老師，啊那薪水咧，咱中小企業迄頭家人咧趁，我家己咧趁無夠分啊，我佫分你，啊這要安怎？你啊像金鴻講啊，大家攏去向台積電集中挖去嗎？我覺得有2個部分一定要做啦。第一個還是加薪，還是要做的。那加薪之後，能夠我們在節目講過，可以另外一個叫擴大國內的消費服務業，那這樣子也可以減少對美逆差，那各國可以過來投資。那第3個是匯率的問題，一定要處理。就是剛才老師還是有提到，我們不只盯韓國，我們也盯中國。不過我們之前有統計結果嘛。在整個亞洲國家裡面，同時盯住美元跟人民幣的，就只有台灣，尤其明顯。這麼真辛苦。對啊，尤其當人民幣在貶，那美元在升，那過去幾年尤其明顯嘛。所以我們為了要跟首歌一邊是友情，一邊是愛情，你這邊做。對啊，那所以可以看到另外一個內部的問題是說，我們有統計哦，疫情後美國總共升息了21碼，台灣只升了3.5碼，所以台灣的利率確實也是低，利率低，所以匯率也會被壓低。就像洪老師剛才講的，錢就跑出去了嘛，所以匯率要升值是一定是長期的趨勢。那在這個過程中呢，我覺得匯率現在處理一定會很多問題會出現的。第一個是壽險業的問題，第二個房價一定會崩掉。我們的方式一定會崩掉，所以它不會是優先，可是它是長期一定要處理。而在這個過程中，你第一個步驟還是要加薪，讓更多的內需產業能夠起來。那加薪有困難的時候，當然政府就可以透過稅收的減免，跟比如說你願意給員工加薪，我的企業所得稅少收一點啊，補助嘛，減免嘛。就是到時陣用補貼的方式，比如講他金鴻兄所講的，你房價你就要用其他的政策手段，去類似補貼的方式，讓少年人買起厝。這重點就是，我覺得房子從來不是打的吼，就是你要你的房價比你的所得漲得比房價快，就不是問題嘛。那今天問你台灣的問題是房價漲得比所得快嘛，所以你再補貼都沒有用。所以你第一個，你就是讓企業願意加薪，那你去補貼企業，那只要房價能夠把薪水能夠起來，房價都不是問題。房價能動，
那你的房貸利率就有鬆動的可能性。那房貸利率可以鬆動，過去上你咧講餅愛做大，才會賣迄個米粉起大價，啊愈食愈細啲。對哦，老師，這較公平有關係咧。哦，是有公平啊，因為安尼講啦，因為我畢竟是讀經濟吼，啊，所以對迄個經濟學人呢，伊這種思考的模式，老實講我較理解啦。伊其實伊是要指出講吼，你台灣經濟這種模式吼，長久以來其實有累積一寡毛病會出現，比如講效率，為什麼效率會走去咧？因為講你累積遐濟外匯哦，啊表示講你內部的資源無好啊運用。哦，安尼就迄個效率的損失。但是用我無價值 IMF 啊，對啊，啊我有超過，無必要濟，傷濟，嘿，真濟，迄第一個效率的損失。啊，我趁錢啊，是啊，啊第二個繳課啊，啊第二是無公平，因為你安尼吼，新台幣濟嘛，啊利率就低嘛，房地產就貴嘛，吼，啊真濟人買袂起嘛，等等啊，所以其實無公平。其實我咧看這個代誌吼，有一個觀點。就講咱這套制度吼，當然問題足濟，問題是有一個好處，就是講因為吼，迄個匯率偏低嘛，所以咱一寡傳統產業吼，這20-30年來以後，等到生存的空間有走出來。啊，大概因真濟國家咧講吼，提早個迄個去工業化，吼，比如講迄個美國啦。歐洲等等，可以抗議，係可以抗議。啊，頂多是台灣這方面，電子玻璃灣有一定的實力哦，所以他們就好加在有 TSMC。啊，當然是，無你TSMC還佫另外一個傳統產業，所以講一直講吼有好有歹啦。哦，咱來講用這個好歹角度來看，其實這嘛是另外一個意外的收穫啦。啊，柯老師，你安怎看吼？因為譬如講服務業，這真革新，但是伊佫甲其他的製造業佫無共款，伊的生產資本是愛靠外來的人，靠國民旅遊，但是咱的國民旅遊攏肯定化，啊，攏找袂外國人來啊，啊，這你叫伊去傳，即擺服務業就係攏叫無咧開放外籍的移工來，但這長處以往，敢是提升基本工資來當做到嘛？我感覺咱台灣的經濟發展吼，自較早到即擺攏是市場導向，就是講政府嘛無干預很多啦，啊，大概企業攏走喺頭前，吼。你像咱頭頭弟弟你講 TSMC， 我會記得我少年的時陣，迄陣那個 TSMC 就台東啊，對不？吼啊，所以講伊這個適着這個時代的需要，伊直直在演變，吼。那而且講，到尾啊，咱台灣的變做講，譬如講，攏做這個中間材，袂去國外趁這外匯，吼。這就是嘛是因為這個環境的這個影響嘛，因為咱都嘛無在後前講啊，其他的這個大規模經濟體會讓做品牌建設嘛，啊，所以講咱就化整為零，讓咱攏做中間材零組件啊，嘛做個較好個呀，吼，傳產嘛做個做，你看咱傳產咱紡織就好啊，咱嘛唔是賣衫，咱賣機能布啊，對不？啊，咱那個高科技，咱就賣晶片、賣伺服器吼。那而且我會記得40年前我咧讀大學經濟的時候，迄陣我是講，咱哪會敢若累積做一個外匯存底吼？啊，我會記得迄陣啊，我的經濟系老師講，咱台灣現在需要這個外匯存底呢，因為你即馬兩岸情勢這樣緊張着，吼，你不管咱啊，你需要有保障鞏固咱的台幣的匯價嘛。你若講，你即馬是講咱即馬咧，安尼敢若講日子過了好勢，大家袂去緊張這個問題。你若萬一講有一天講正經講。兩岸足緊張的，你代表變衛生做下時，你是變哪？所以講，這個外匯存底還是對咱是重要啦，因為咱也無參加哦一寡這個國際的換匯機構啊，對不？哦，所以講這部分是重要啊。但是經濟學原理，敢若講外匯存底，敢若會當動3個月的貿易就好啊啦。啊，理論上是安尼啦。啊，但是咱台灣，哦，咱畢竟我們不是一個，但是無夠，佫無夠，動1年會使的。起碼應該不能拿1年，就動拿1年呢，有一點過頭。現在當然是外匯存底的。但是我感覺伊嘛唔是挑工，伊嘛唔是故意的，伊就是我都無法度，我都滿手攏現金嘛。而且政府講我趁錢有繳過袂歹。但是這就愛問吼，金毛兄，你敢會認為中央銀行伊的監督機制，伊操作啊？哦，講你真好，但是誰講你好？是，如果若換別人來代操，比如講金紅兄你來代操，你無得靠你績效比較好啊。這我唔敢講。我唔是挑工嗰啲人哦，我的意思是講，中央銀行
應不應該要有監督的機制來甲看？伊個，咱來講稽核啦，咱來講稽核，伊個結婚吼，伊個結婚是審計部那個結婚啦，審計部內面敢有像恁安尼對國際貿易、對整個總體經濟真熟悉的人，你創這項代志？我感覺這愛分兩個部分來講啦，就是講第一個就是頭拄主持人講的啦，你愛互愈來愈多國民了解講中央銀行是咧創啥啦，無吼真正足儕人想要了解中央銀行要創啥，真正足儕人吼想要了解，但是嘛無一定有途徑，吼，這央行哦，像阮以早愛走去大安松林公園去找彭總裁啊。係啊，伊開上多央行開上多時間，攏是甲記者上課啊。但是上需要，一般的人其實嘛上需要。你像迄中小企業頭家嘛最需要，伊嘛愛知影講，即擺央行的態度是啥，你看到啥物情形安尼啦，這是第一點啦。第二個是講吼，央行的績效甲任務吼，這坦白講，這已經算混淆足多年啊啦。為什麼混淆足多年吼？就是講一般全世界攏共款啦，中央銀行的任務一定是啥？物價就業啦，就是貨幣的數量啦，那是基本的，迄是基本的伊個工課啦。但是台灣的中央銀行因為想要趁錢啦，逐年攏2000多億安尼啦，所以變做講吼，你政府吼一年差不多基本上已經3條啊啦，變做這個咱中央政府總預算3兆的規模內底，伊有2-3千億是來自央行咧趁錢呢。伊央行賺到的錢，伊甲編做伊稅出預算，就是我政府要開的錢，我嘛先甲這個收入甲算入去，算講我會有這條錢的收入，所以我要開什麼錢呢？我嘛甲編入去安尼，所以變做啥？變做你是央行，即馬逐年要賺2-3千億，這個代誌，你無法度講吼，即馬甲講我歪者就歪啊，變做無法度，所以變做台灣的央行哦，這2-3千億的繳庫，變成政府固定支出的一部分的收入來源。所以這件事情在台灣的央行來講是很尷尬的事情啊，因為在動匯率政策的時候，就變成是他自己，央行自己，他要考慮進去自己的今年的狀況，他的進出操作，你想看賣嘛？央行是安怎一年會當賺這2-3千億，伊嘛是佇市場內底有買有賣嘛，有買有賣嘛，你在市場有買有賣，就一定會造成匯率的波動嘛，所以央行的就台灣的台幣哈，代表匯率的波動。我們的央行自己的進出也佔了其中影響的一部分，那就變成是有點像歷史共業啦，就變成在裡面大家跳不出去了。所以呢，這個做個簡單的結論啦，對央行來講比較重要的是你做了哪些事情，然後哪一些部分是需要讓咱的人民會當了解，讓大家會當看較清楚，這個更加透明一點，看較透明啦。來，就我們還記得那個7月份美國通過那個天才法案，可以允許發穩定幣，美元穩定幣。那唯一的條件是什麼？你發的美元穩定幣要跟美債掛鈎，所以我們的央行其實可以去美國申請註冊一家公司，台灣自己發美元穩定幣來賺錢，然後就可以活化台灣資產，又可以保有一定程度的外匯存底，夠賺較濟，嘿，但是風險嘛會較濟啊。無啊，就是我們發的是發穩美元美債啊。那有人頭腦筋講，不如你外匯存底較濟的吼，無你來。你互包做一包吼，咱來投資美國，即擺咧貿易談判的時陣呢，包一包做做國家主權基金，那個，但是這個第一無法源的機制嘛，第二若操作失敗，對啊，所以就是美元穩定幣是最穩定的啊。哇，這招安尼較好，安老師，無啦，這穩定幣的代誌，風險我不遮大啦哈，所以其實可能嘛是另外愛個考慮啦哈。另外是講，中央銀行的角色吼，顛倒當然是回歸吼，伊較就是講就業啊，甲迄個匯票的穩定吼，較重要。其實迄個咱迄個吳聰明吳老師伊的冊吼，我寫真多。其實我看這邊經濟學人的真多主張，其實甲吳老師的看法真相像。地府的特權，地府的特權啊！來，柯老師。我感覺到咱總統敢若。前一陣嘛有講主權基金嘛，那剛剛這個節目咱嘛有討論嘛，的確這個是要小心啦。那另外就是講最近咱看到這個美中的關係較動盪吼，所以講還佫有一部分的學者你查講，咱即馬是不是應該重新來這個檢討新南向吼？其實台經院吼，敢若上禮拜有特別提到這個問題哈，那迄陣就到尾啊，阮的結論就是講，那將這個主權基金呢來跟新南向做一個結合，好，因為
新南向不管那是這個小英總統的 legacy 嘛，哦，他到時候推哦，伊的這個成果呢，如果說咱該用這個賴總統、羅總統的這個主權基金來做這個包裝，因為咱他都啊。阿北講說嘛，咱那個外匯存底有一點過多了。雖然說，哦，這可以好好應用，因為你看，起碼這個外匯存底，因為這你看連外國人的這個外國的雜誌都在那邊說三道四嘛，對不對？那當是不是做一個好的應用哈？比如講，現在像有一寡國家，哦，咱用這個主權基金，規期去甲買等伊的特定的能源啊，啥？那這對咱後邊咱國家的發展嘛，買一口買較濟啊呢。我感覺這是當可以的。我呀，你認為？外匯存底的部分是安尼啦，就是講這需要討論啊，因為這總統有這個議題定義講伊拋出來啦，講要做主權基金啦，然後做投資美國，這是看起來是總統拋出來的課題啦。但這個東西還有很多的細節在討論。第一個是說你要投資，你要投資哪一款的行業啦？嘿啦啊，你投入去，你的依據是啥？第三個就是講哦，上擺的情形，你若真正投資者虧損啊，你要安怎處理？對，像監督，迄若真正了錢，你要安怎處理？監督是，迄是一定愛討論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講，了錢的迄政治責任是要安怎處理？這是進前無討論過的代志哦。法律責任跟政治責任還有不同層面哦。所以哈，這裡面的問題其實沒有，大家沒有討論詳細，只知道說外匯存底很多。錢就多，會當摕去投資，但是投資了的風險啥要去扛啦，迄就是一個大問題啦。有人講，無你各世界各國來鬥參嘛，咱的盟友吼來做一個盟友基金安尼，規落去就大家鬥你代志。